这份是迄个我家部分啦。当然，经过咱这样书咧讲的，咱会去了解，加捌足济啦。因为像这段，我感觉伊的重点就是讲，我今仔日会听到的重点就是讲，以是因缘。我较早咧看这段呢，拢毋知影讲这个以是因缘是咧讲啥物。啊，照着今仔日。这样书咧讲呢，互我较了讲，哦，原来伊是因缘，迄个因缘就是咱以三心不可得迄个因来行布施，哦，啊，伊的福德，迄个如来世尊讲，那伊安尼来讲，伊安尼来讲呢，是讲伊的得福德真济就对啦，无伊早呢。我感觉这以是因缘是咧指啥？是毋是咧指？是毋是咧指讲以3000大千世界七布施即个因缘？我拢较早拢以为是以即个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迄个有物件，迄个因咧布施的啦。啊，所以经过咱来上即个课时，哦，咱会去了解讲啊，原来我以早所捌的，就是可能有较偏差去，但是经过咱安尼会去了解，咱会讲，就会知影讲，即段就是咱爱以无心来布施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咱咧做物件，当然咱来行利道着咧行功立德，莫讲行功立德啦吼，讲了完，咱袂使自意心讲，哇，我做偌济，我做偌济。做过好歹，咱家己检讨，啊，毋通讲诚伫口头上咧讲，哦，啊，我做偌济，啊是我已经成功偌济啊。这拢爱以无自上来行持，啊，所以呢，当然，即个世尊嘛讲，以是因缘得福甚多，哦，讲福德有失，就是讲，如果若佫这尾仔迄段就是咧甲咱破迄个相。讲福德，如果因为互咱会看《金刚经》，你会去发觉讲，伊有讲福德参福德性。当然，福德性就是咧讲真正诶，以咱迄个无自上布施迄个真正诶功德啦。就是讲你若讲以福德来讲，我感觉讲以福德两字拢是咧讲。咱所讲拢是咧讲福报利益啦，不管你用偌济啥物来布施，拢是以福德、福报，有实实在在有福报的物件利益，但是有福报，咱拢知影讲有福报的物件，伊有一天福报伊就会用会尽嘛。啊，你若福德性的物件，就是讲咱见性的物件，伊是无限的。用袂尽的就对啦，所以拢咧强调讲，咱袂使以自上，哦，爱理上、理心，毋是理心，理上啊理一切，袂使注意啊，这是我即段的看法甲感受啦，啊嘛，我感觉今仔日来学着讲，学着即个以是因缘是互我的重点，以三心不可得的。来行持布施，这是我的感受。好，后面听不懂切磋哈，好，所以呢，伊是当然不讲这物件，啊实有这个深度啦。不过因为咱大家拢是咧研究，哦，咱大家拢是研究，一定要学伊这个好，啊，经过咱大家讲。来看了后，应该就轮廓出来。那是你用经历，你迄个产品做人我去台湾，我硬，我以前我去看过，我现在想要发完，我容易。因为我就去看，我特别我金光经，我看这唔知啷讲哪话，真看那想要意思出来，我安尼容易吼。所以咱今日来互相，就是来咧切磋这个物件啊。你会记一句话，如来是
为法大乘教说，如来是为法最上乘教说。咱今日来遮听金刚经就是上乘教是最上乘教。今日无来听的人，因为伊就是无够迄个福报，嘛无够迄个机缘，让人听错重点。无应该，若要甲讲起来，有即个物件，只是咱讲讲到无好，咱要先说嘛，因为总是经典嘛，迄个什么人讲到一好啦所以咱大家拢上乘教，嘛最上乘教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大家晚上好。